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今日要来讲那春水老师这部小说无影无只，写的是伫家人河边的矿业甲伫遐食头路的人。小说写主角阿文10外冬来为食公家头路变做炭坑的头家，佮因为发生事故钱拢无去，某嘛活人，拢总变成空的故事。小说讲的无影无只，毋是干那阿文累积的钱，甲伊10几冬的时间拢乌有去，嘛是咧讲过去家人河两边的山峦，对足侪人咧采炭、挖炭，靠这道食清，无到尾啊嘛拢无影无只。故事的主角阿文，头先是伫发电厂食头路，负责买炭。迄时的火力发电是烧土炭。还有一个号做阿狗，就是负责替公司卖土炭的人。一摆阿文甲因嫌土炭的品质伤歹，内面的石粉拍数伤悬，要扣因一成。为着参详这件代志，阿狗就请阿文去酒家。原来阿文是要叫阿狗因公司逐个月开5张假的发票，互因去报销。像发电厂这款公家单位，若有乌西卖是干那阿文一个人。为上高站的顶死落来，真侪人拢有牵连着。后来假发票这件代志别空，阿文互人降级，就死头路食家己。本地咧卖土炭、交土炭的阿狗，真会晓做生意，伫公司内底豆豆啊升去做副理，煞惹着厂长的伙计，互人降级。无法度嘛，家己出来做。后来看到有人矿坑要卖，就找阿文做伙投资，两人家己做头家。结果贪心肝去挖着保安的炭站。挖一个，互水灌入来到炭坑内底，死袂少工人，啥物钱拢无趁着，颠倒了钱赔人，阿狗阁互掠去关。这是小说内底一条线，讲采炭这个行业是安怎趁钱，安怎了钱，是甲钱有关系的部分。那春水老师有写讲，论真来讲，世间人所结的恩怨，若毋是钱，就是情，绝对袂为别项。所以小说内底也有另外一条线，就甲感情有关系的恩怨。阿文去甲厂商提假发票，安怎会别项，就甲伊的家内事有关系啊。阿文的某玉卿，伊先去拍牌欠人钱，阿文就爱去还。后来是搁去学跳舞，去舞厅斗着一个姓方的医生做客兄。小说内底写阿文安怎去撞着，这个医生搁安怎互因太太阿魂掠着。结果两对翁仔某离缘，搁互相交换对象。阿文换来甲这个医生因某阿魂斗阵。假发票的代志，就是阿文伊离缘的某玉卿夜出来。这部小说足好看的，
讲的是阿文伫发电厂食头路，无头路，佮家己做头家，10外冬来累积落来的钱，佮一个仔就乌有去。小说嘛写伊伫这10外冬来翁仔某发生的代志。这个故事检采会使用华语写，毋过你若去读小说，就会发现啥物或者脱离华语思考，才有才调起做以台湾做主体性的文化。廖瑞明老师就讲，若纯粹写的小说题材是毋捌台语，用华语书写的人写袂出来的，就算讲写出来，也是甲翻译做华语，嘛一定会走味去。小说内面有用到真侪我毋捌的词类，我会整理一寡伫电子报内底。毋过较特殊的，毋是遮的台语词类，是作者思考的语言甲伊表达的方式。譬如，若老师写着玉卿讨客兄，就亲像跋筊鬼相共。我即马念互大家听伊安怎写。即种解袂断筋的跋筊人，见若易煞，上落去眠床随寒去，困甲日头要到，翻来摒去要醒，佮敢若毋醒的时，天龙会雄雄逃出来，毋是天笑，就是假死，修理甲互伊家己起忏悔认错。即时就讲后月毋爱佮跋，甲准新民真善的款。听候到尾暗仔日头落山，人过来招脚骹，就暗头仔食西瓜，半暝反正，对家己讲日时所就的无算是，即斗易煞才来改。共款山骹下过交警的户顶。这个小说内底写到的文化地景，毋若一个，伊写中产阶级家庭厝内财务的分配。男女性的关系，八大行业的文化。真重要的是，这部小说互读者较了解矿业的文化地景，这包括财团生理的风险、矿务局对矿区知识的控制、做公家生理的方法、探坑发生意外，政府媒体安怎处理互民众看。探坑买卖的内部甲挖矿就要遵守的规矩。咱过来看小说内底写到的地点，阿文食头路的发电厂是伫八斗仔已经收起来的一个发电厂。这间是日本人伫北部起的第一间发电厂，后来的人甲号做北火电厂，是1939年起好。这个是家人瑞丰附近的土炭。北火电厂是当时东南亚发电厂内底上大间的火力发电。战争的时阵，互人破坏去。1953年才个停起，一直运作到1983年才完全停机。阿文就住伫发电厂的宿舍。这个发电厂后来改做即马真侪人去的海参馆，这应该嘛是第一间发电厂改做博物馆。北火电厂关起来了，北部的用电要安怎？为1970年代，政府就伫附近另外起一间用重油发电的协和发电厂。故事内底也有写到住伫八斗仔的人会去佚佗闹热的所在。阿狗请阿文去食暗顿，是约伫家人田寮港边仔的一间日本料理店。后来阿文去找一个兄弟来处理因某欠的跋筊小，迄个兄弟就伫牛潮港开交经。田寮港甲牛潮港听起来亲像港口，我去找地图才知影毋是港，是溪仔。会叫做港，是因为会使停船啊。家人有4条港，田寮港是为东向西流，鹅壳港是为西向东流，即马叫做西定河。石硬港是为南流向北边，即马号做南英河。牛潮港是为西北向东南，
这4条河拢总是做伙流入去基隆港。这4条内底的田寮港，本地就是用船仔咧运送土炭去海口的路。日本时代佮改制，算是台湾第一条人工做出来的运河，规条有3公里半，负责甲月眉山区的土炭甲肥料工厂的肥料送去到海口。所以政府机关、公司店面拢总伫遮。过去或者田寮工庄足闹热的，有餐厅嘛有人咧走唱。差不多是伫即马基隆市信义区甲仁爱区迄搭，册内也阁有写着阿狗甲阿文食饭饱，阁要去的暗间啊，查某间就伫基隆的孝义路。那老师写因2个人，就坐客丁车挖入去基隆孝义路，行高架下骹，内容4甲真闹热的街市。正手边烧燃气的大楼内底，有几间外口写商务酒店、联谊中心的店通，看板细细机保外响目，摇袂出内面是咧变啥梦，嘛着爱像阿文这款内行开的才找有路。真趣味的是，小说甲玉卿去的舞厅地址拢写出来，伫台北建成医院边南京西路163号。册内写讲，这是一栋或者医院城大楼，内底有舞厅甲旅馆。看到台北人敢知影这个所在？即阵这个地址附近是还看会到足侪间旅馆。小说也有写着基隆的一个地点，就是阿文甲因某的客兄饭的约伫自立册店边仔的咖啡厅。若会写出来做标志，应该就是真侪人知的地点。基隆人可能拢知影这间自立册店，听讲已经开70外档，即马要找到一间开70外档的册店是真恶啊！这间册店开伫22路，22路甲信义路的路口，自过去到今拢真闹热。过去也叫做基隆银座，有真侪餐厅、咖啡厅的所在。这间册店的头家过身无偌久，因为厝嘛足闹，就要修理。伊的逝世甲基隆文化局去申請政府補助，整理了會去開幕。小說內底寫的人物攏是有家庭，當咧拍拼賺錢的歲數。內面都有寫着這個人平常時去郊外爬山、佚佗、運動的所在。一個是阿芬去運動的基隆主埔段的大店，佇遐要坐公車轉去爬斗啊。才去看到因翁飯的甲玉卿做伙要出門。也閣有另外一個所在是阿芬招阿文要去佚佗的碧峰岩。阿文甲伊講，迄是隨風人運動的所在，為隨便國小挖入去，行毋免30分鐘就會到啊。也閣有一位是落尾，因2人送阿狗去坐監。阿文帶阿芬去月眉山的靈泉神寺，冊內有特別寫着阿文是安怎介意去遐拜拜。伊講，這間廟寺的設置樸實簡單，木材甲石料攏無過漆包金，是袂顯目爾，足耐看。這間佛寺即馬是基隆的文化資產歷史建築。嘛算是台灣北部佛教的起源地，因為經過真濟擺的整理，水泥部分是愈來愈濟。內面有無共時代起的建築，開山堂是1891年起的，閣較內面有靈泉三塔，是台灣真罕得看的骨塔，外表就親像印度的佛塔。小說落尾嘛有寫阿文閣去看古早的礦區，冊內寫規山坪的柴寮、鐵架甲電條，袂輸去互李29的炸彈撼着，毋是當做3-4節，就是運落去塗骹歇喘。惹佇頂仔的 RM 片歪來倒去，要落，剩無一盤有條着。
生鲜反红的机械、建设甲台车，强要互漩涡内的挂质甲盐酸啊尘砍去。那老师用这虚伪的光景来讲，即望年10桶重，亲像在做梦，要杀无半项，册内拢总空。2000年的时阵，台湾所有的矿坑拢封起来，家人甲新北市即马有袂少纪念矿业的博物馆，上出名的应该是黄金博物馆。毋过，大家若去找炭工矿坑纪念馆、炭工矿工文史馆，有袂少间。有政府出钱的，嘛有过去武炭坑的人家己成立的。这是一段对台湾发展真重要的历史，真值得去熟悉。上尾，我要讲的是这本册无影无热。那春水老师的第一本小说集已经无搁印啊，图书馆嘛真歹找着，毋是无是拢借出去。毋过，大家若问理工局基金会，也是台语传播公司，应该也搁买得。这集节目感谢文化部的补助。今日节目的文字稿会刊伫后期5月的电子报内底。大家若是对今日的节目有啥物意见，也是想法，拢会使写批来甲我讲。嘛，请支持这个节目，伫平台留话，也是留5粒星互我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还得笑容要你目睭，一万年红也大汉宝贝，天上连天，一块心如啥人？